请按照我係紀麗玲，歡迎大家準時的9點半同廟務頭前來收看客家新新聞的直播。今天呢，鄉親朋友放長的時節，唔知鄉親喺啲蔬菜又開始落雨冇？像北台灣呢，半夜起時因為鋒面通過，故所北台灣的溫一個天時呢就係唔穩定。另外有廿擺一個唔穩定的天時，就來看到今本嘅亞種19個地面天時圖。你清顯呢就會看到啊，亞層暗藏嘅鋒面，一直對中國嘅海南地區，還講呢一直跳到一個台灣嘅東半片海面上。現時呢就係因為受到亞層鋒面來影響，還講亞層呢滿意鋒面就係對半夜起時天天呢下南，故所就開始對北台灣起時來影響到中台灣亞片嘅天時。你講講呢，看到一個氣象局嘅網站上有一個雷達預報圖。你就看得到，一個半夜起時呢，就有一動態動到的水氣，故作黃色亞種水氣呢，就對中台灣還有北台灣亞片經過。現時呢，一直到夜下對半夜15點準點起時，都見現時全台灣已落到青島的所在。而你看到前3名呢，亞種排行當中，現時差唔多係套園林目標亞片。韓國的園林台市水質所亞條車站呢，就係車到為東道的意量，現時亞條所採已經有累積了153毫米卡解。故做亞下呢，亞條地區因為提倡到中台灣韓國桃園以北亞片嘅鄉親朋友呢，愛較強心到位。另外，亞層某一方面呢，對籌備半夜起時，都亞下會一直影響幾個禮拜，一直到亞個禮拜日。韓國呢亞條所在呢，中部地區，上海會落亞個太馬城以，尤其係西半部，韓國呢亞個東南片亞片呢，就會受到亞拜嘅鋒面來影響，一直到禮拜2日。故作鄉親朋友喺講亞禮拜2要愛安排出去到戶外來留了，可能愛在個上海，係唔係愛做其他安排？比如講呢係套6度亞片嘅油料不通。好關心嘅天時呢，夾夾來看到今日嘅時態報紙頭版頭條新聞。先來看到嘅係蘋果日報，現時呢規版嘅版面全部係關心亞嘅台灣愛加入亞嘅世界衛生大會，冇求世界衛生組織，係唔係有可能呢？因為呢籌備對亞差唔多台灣時間係暗部6點嘅時間，係亞下當地嘅開 WHO 世界衛生大會。唔過呢，14國都提案哦，希望講喺台灣嘅組織來加入 WHO， 向下用觀察員嘅身份來開會。唔過籌備呢，這個中心下晝2點，這個關陳時中技術有宣布講，一次按3萬到7米1分1秒。唔過台灣還係冇辦法，冇數到亞嘅要強嘅公文、要強嘅新聞，故種呢意識到非常嘅遺憾。另外，外交部長對亞件事情係表示講，十分嘅遺憾。韓國呢，咪係希望講，中國大陸亞到其中嘅非聯國呢，唔好按呢經由乜嘅政治因素嘅影響。亞種呢，蘋果日報亞片嘅圖係畫出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佢講嘅乜嘅呀？佢講嘅一個台 WHO 當時要台灣，唔過呢其他人實係當前，唔過佢愛同馬上人來講 WHO 當時要台灣呢。亦係對待 WHO 嘅秘書長譚德塞來講話，唔過呢譚德塞對亞件事情實係呢暫冇看到用嘅，還有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佢就同 WHO 秘書長表示講，你去安排亞條事情。看到蘋果日報針對亞片亞嘅主題呢，而內文就有講到嘅，而講到亞拜呢冇辦法。草案部嘅一個 WHO 冇辦法，台灣係用一個觀察員嘅身份來參加。唔過呢，我國參加世界衛生相關嘅組織，係有可能會有機會有，會係乜嘅機會呢？籌備 WHO 就頭一擺用事先來開會嘅下，成員國呢都同意講，今年底會再過來開一擺嘅現場嘅會議，也仲係實質嘅會議，會再過來討論台灣係唔係我用觀察員嘅身份去參加年代嘅亞場會，故作下半地位，今年代繼續來開亞實質嘅會議時間，會用各會員國實際去參加嘅方式來結談。唔過呢，呢個冇辦法，再個開實體大型嘅會議，就會繼續用事先來談。
到時就係唔係喺台灣有可能會參加呢？嚟詳細朋友來看到詳細嘅新聞報道。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 到台灣時間18日連晚6點舉行，因為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今年第一擺改用視訊會議召開，討論焦點也集中到養豚處理疫情。不過台灣還係冇收到邀請函，至今連續4年冇法度參加 WHA。我們要對這樣的一個情形表達我們的遺憾跟不滿也要表達我們的抗議我們已經今天等就向 WHO 秘書處會遞交我們的抗議函。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至今有29個國家行政部門用多元方式表達對台灣參加 WHO 嘅支持，也有越來越多領導相關嘅國家高層公開講話表達支持。其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加拿大總理小杜魯道、美國國務卿龐佩歐以及紐西蘭副總理兼外長 Winston Peters 都是首度公開表態，意義重大。指揮官陳時中指出，台灣主動提供防疫物資俾有需要嘅國家，包括宋在安、葉尚義、葉文秋等，正經展現台灣實力成效，同時當頭協助全球抗壓防疫。讓在疫情裡面足以跟大家分享的台灣模式，沒有辦法在會議裡面來表達。那我相信這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損失。那當然對我沒有辦法吸取其他國家的一些相關的經驗，對我們也是不利的。外交部長吳釗燮強調，中國對 WHO 嘅控制干擾強度非常嘅大，嚴正呼籲 WHO 秘書處應該堅守專業中立，排除中國政府嘅影響，本台灣參加 WHO 所有會議機制同法統。另外，因為今年線上討論嘅議程只有2日，吳釗燮表示，有望建議等到今年底舉行實體會議嘅時，各進行推案，呼籲 WHO 南移台灣。記者賴崇明、張良上台北報道。我家下呢看到係唔係今年嘅 WHA 同年代嘅時節，所有嘅會員國來再過來開一擺大戲，有實際的開會嘅情形。當時就喺台灣嘅組織去參加呢，係組織用官方嘅身份去參加，年代就會啲嘅。再過來關心其他嘅報紙，也係聯合報。你看到聯合報呢，除咗講佢頭版頭條鴉片係關心人事嘅部分以外，你看到有關疫情嘅部分，先來看到亞張圖。鴉片呢係指揮中心籌備的開會時節，而現場標嘅物件呢，相信朋友你就會看到鴉片標嘅係台灣嘅臉呢，因為標做鴉臉嘅呢，相信朋友你想到係講發言同佢用愛情嘅方式來想。一個臉呢，發現按做臉字，古種呢用一種愛言嘅方式，希望講喺台灣殺下來嘅確診數就會停下來，就係發現講嘅臉字。古種呢，當然老自己中心就會選出一新嘅出資，希望講有一個好消息以外，你希望同大家繼續來關心一下關於疫情進行嘅發展。好，也係聯合報呢用圖來看到一個臉字嘅部分咯。繼續呢來看到嘅係第3呢自由時報。建議呢台灣嘅疫情是才有下跌，同全世界來比，真嘅係緩下來嘅。韓國呢鴉片連續12年都冇新增加確診案例。鴉片籌備指揮官陳時中記者同大家宣布講，一下關於有啲因素，所以呢嘅工廠呢都嚟來接安社會天大呢。全國呢還有那個中等學校運通費，喺確定因為一下疫情有下跌咧，確定到前日咧會繼續嚟批判。那個全中運以外，全台運也是喺全國台專研究運通費，你會頭4日嚟開始嚟批下。所以美國社會經理籌備呢指揮官陳時中只有宣布講，對一下件事會結束嘅。而籌備講廠商都嚟去接安社會天大咧。另外呢，有關嘅疫情緩下來，一下教育韓國語文發通就會獨獨嘅來開放。籌備嘅指揮中心嘅副指揮官陳仲義就來做出說明，一定要寫到運通嘅線數韓國觀眾呢，因為接下來就會開放全中運、全台運，有兩個部分係講呢，一個線數組嚟去參加，能夠觀眾去看比賽嘅觀眾係會同佢分開來看。因為呢，線數韓國教練也都係固定的成員，平常愛維持一天的訓練，對其他抗天的情形都扎實得多。
唔过呢，必须参加人算系贴切的对象，故所呢希望对家长空间的情形爱掌握下详细到位。韩国鸦片，运动员专业咩，一下一年全台湾就生产得到2000万扎，针对平常爱准备的量，要即年突破为1亿万扎嘅1亿扎嘅。对于我社会经济，实质中筹备主讲，且对唔会一切到6年代按万张基金，一下从上已开始来讲，我社会富稳定的呢。也系投自由时报关心一下连的10年都冇确诊病例，也给来公布讲，我跟自己讲来宣布为按照新的做法。今年来关心到嘅系中国时报。虽然讲今年嘅疫情有吓大嘅，唔过一下呢，全台湾就系因为有众多嘅劳工朋友受到疫情嘅影响，加掉去了无薪假。故作中国时报鸦片呢，台湾头条鸦片嘅头题系写到，10年嘅成果也就系超过为21300人面试当地给了无薪假。故作呢，面试到鸦片呢，就有按当年给了无薪假。从天呢，这行列差唔多就有1%天天，故所呢有劳工朋友就讲，可能多唔过实唔多，因为呢亚博嘅劳通部鸦片系推出嚟当多相关的做法，还有相关的进修嘅发放，希望讲劳工朋友虽然讲面试当地给了无薪假，唔过还系做嘅大帮亚餐呢，去同时间来进修学假嘅位地区，唔过实际嘅执行力实系比鸦片看起来当大。鸦片呢，你比超乎一讲爱修法，要求讲按照厂商、工厂公司鸦片了无薪假呢爱同步，也系中国时报针对劳工朋友来作为一条详细嘅报道。下部鸦片呢，咪要系做一个 WHA 成立开幕，要从人家下一开始讲到嘅面试，今年冇办法，台湾用观察人嘅身份去参加，唔过年代再过来改变嘅世界。当时节系唔系为实质咧有改变嘅情形，台湾早就去参加冇？按照非联国可能到时节会继续来讨论，也系中国时报嘅部分。好，田公业呢就系5年20位，也跟5年啦，总统、副总统第15日呢就职典礼。下个星期末呢，田公业就会有新的安排，也就会针对讲28日5年lang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会作为贴切的报道。平常乡亲朋友呢，一般人早晨呢，下个新新闻系对9点半起始。不过田公业乡亲朋友差唔多啲9点嘅时间，就早得来重点面对直播来看下个新新闻，针对5年lang作为贴切报道。温州2个集团咯，先同大家来预告一下。第一部分也就系对9点一直到10点。我由下个新新闻的陈彦做主播，来针对显示典礼，还有现场呢，我有众多嘅外宾、显示嘅拍拖，来同大家做及时嘅转播。第二部分也就系对10点起始，10点嘅时间，总统蔡英文会来发表其天音的一个总统就职嘅讲言。到时间呢，我由一个李玲来负责客家话随口翻译嘅部分。故作嚟田公业9点到10点半，我鸦片我由客家新新闻针对5年lang作为贴嘅报道。你像乡亲朋友田公业，他做嘅位比平常他做8点钟9点就开始同用户头前来看客家新新闻嘅直播。田公业要记得咯，今天嘅客家新新闻看报纸时间就到鸦片呢，什么大家用下来试看。下晝2點視頻中心會出來嘅記者啲2點再啲。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紀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啲，隨時同樣無空來關心疫情嘅前行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